真侪民众就要去统一个超商去买乌链。台中古关风景区这间分店啊，有人客来买乌链的，就像安尼啊，硬规碗，但是伊食一喙啊，感觉伤咸。伊来店员讲要退货，店员讲这煮熟的啊，买出去是无来退货，所以这个人客啊，起毛摆竟然规碗连汤带料拼等于店内底啊！你要记得，我不能不买。超商人客伫抢店员，滑头注意去，回报气温和其他人客唔知要安怎较好。会起冲突是因为这顶乌链伊买了嫌伤险要退货，店员无同意，伊就直接倒转去。不卫生，不好的行为。如果倒转，还是上加食。这顶乌链是南洋风偏酸咸啊酸咸，其他乡亲认为讲，迄若袂当接受，其实会当买别项。就你可以挑不辣的啊，应该都有标示啊。这件纠纷发生伫昨中昼，警方调查，这个姓王查某人是游客，移到台中和平国关风景区这间超商买乌链，食袂惯势，准咧搁倒转去，店员报警要求伊赔。好，经警方找到王姓男子与店家协调后，那王男同意新台币500元购买整锅关东煮，以化解购物纠纷。超商总公司说明讲，代志发生后，这物件都已经报废啊，因为熟的物件是开封条例的商品，卖出去了袂当退货。若是人客有问题，应该理性的沟通。律师讲，这可能有刑事责任。毁坏他人物品的行为，有可能成立刑法354条的毁损罪，最重可处2年有期徒刑。这个姓王查甫人因为口味袂合，就咧造成消费纠纷。这个乌链讲倒转去嘛有食安的问题。律师提醒讲，若是和解无成，有可能都要为家己的情绪的问题付出代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